因此，我呢個為主做囚犯嘅，奉勸大家，既然蒙咗上帝選召，就要過一個同呢個選召相配嘅生活。無論做乜嘢，態度都要謙虛、溫柔、忍耐，並且要用愛心互相寬容，要和睦共處，藉此竭力保持聖靈賜俾我哋合一嘅心。你哋都同屬一個身體，同屬一位聖靈，就好似你哋係被召去分享同一個盼望一樣，而且有同一位主，同一嘅信仰，又領受同一嘅洗禮，信奉同一位上帝，就係我哋眾人嘅父親。佢遠遠超越我哋，又不斷聯繫我哋，而且住喺我哋各人心中。我哋各人所接受嘅恩賜，都係依照基督嘅安排而頒賜嘅。就如詩篇所話俾我哋知咁，當佢戰勝仇敵，帶住俘虜、戰利品、凱旋上升嘅時候，將各樣嘅恩賜俾人。呢度所講嘅上升係乜嘢意思呢？唔係講佢曾經降到地上好低下嘅地方咩？佢既係降臨喺我哋當中嗰位，亦係嗰位上升，地位高過諸天嘅，以致萬有都喺佢掌握之中。佢所賜嘅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傳福音嘅，又有做教導同埋牧養信徒嘅。佢咁樣做係要裝備教會中嘅眾聖徒，令佢哋分工合作，各盡己職，一齊努力建立基督嘅身體，發展教會，直到我哋對上帝嘅仔都有相同嘅信心，相同嘅認識，成為一個真正成熟嘅人，擁有同基督同等完美同豐盛嘅生命。咁樣，我哋喺靈性上就唔再好似一個小孩，遇到呃人嘅法術就容易上當，或者中咗壞人嘅詭計，或被呢個世界上各種異教邪風吹得飄嚟飄去，隨波逐流。相反，只要我哋無論講嘢、做人，都憑愛心並依照真理生活，